我係1956年喺香港出世嘅，高中嗰陣時就接觸到即係藝術管理，喺學校裏邊做一啲學生嘅工作啊。咁然後喺大學嗰陣時咧，我就選擇咗係讀音樂啊，咁喺中文大學讀。咁但係其實嗰4年咧，我有差唔多1/4時間咧係做一啲我自己覺得都可以稱為藝術管理嘅工作，就係因為嗰陣時我就係做一啲系會嘅工作啊咁樣。咁所以我其實到畢業之前咧，已經幾清楚係覺得咧，畢咗業之後應該係做藝術管理嘅，好似有個 calling 喺度咁樣。咁當時嘅第一志願其實就希望去英國讀藝術管理，不過佢冇收到我因為佢話我冇經驗。咁啱好咧，就1978年咧嗰陣時就係香港嘅音樂事務處嘅政府嗰陣時，77年開咗個音樂事務處，咁佢哋就招聘。咁我就考咗入去咧，就做咗嗰陣時叫做助理嘅訓練主任，但係專門係負責即係搞音樂活動嘅。咁就係我點樣入行就係咁樣。因為我其實喺藝術管理工作咧，就總共係做咗23年。咁就係經歷咗5個唔同嘅崗位。當時我啱出道嗰陣時咧，咁其實主要喺香港啲藝術活動嗰啲咧，都係非常之政府主導。市政局咧喺73年嗰陣時咧，佢哋就得到財政嘅獨立，咁就投資咗好多錢落去發展香港嘅文化活動啦。咁同埋喺10幾年之間，其實主要就係80年到90年代早期，就係起咗成10幾個即係場地。咁亦都有建立咗中樂團啦、話劇團啦，咁一啲藝術節亞洲藝術節咁同埋有好多即係文化活動咁所以咧政府就聘用咗好多嘅其實藝術管理人員。咁當然喺政府系統裏邊，佢哋叫做文化經理啦。不過到73、74年藝術節成立啦，香港管弦樂團就職業化啦。咁然後到1977年就藝術中心亦都啟用。跟住嗰幾年就我哋今天講嘅有幾個9大包括咩中英劇團城市當代舞蹈團芭蕾舞團等等，全部都喺咁上下時候就成立。咁於是就係喺呢個時候咧，即係80年代早期就多咗一批所謂唔係喺政府個系統裏邊嘅藝術管理人員咁我就屬於其實我唔係第一批咁，但係就我屬於呢一批嘅管理人員咯。咁當時應該話，我覺得係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嘅時候，因為點解咧？頭先我提到有場地啦，多咗好多新嘅場地啦，咁亦都有資源啦。因為1982年就成立咗一個叫做演藝發展局咁專係資助頭先我提到嗰啲主要嘅藝團同埋一啲藝術活動咁所以作為一個管理人員，我覺得係真係好大嘅發展空間即係只要你有一啲諗法咁你就去試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咁至於我第2份工咧，就係喺英國讀完藝術管理翻嚟咧，咁就入咗去香港管弦樂團，做咗冇幾耐咁跟住咁啱好咧，又有機會係兼任埋負責市場嘅推廣 marketing。咁我仲記得當年咧，就啱係啲藝術機構咧，啲宣傳品咧係由單色印刷就轉到去彩色印刷嘅因為當時咧有啲觀眾甚至同我講話：喂，鄭生你唔使俾咁多錢㗎，其實你單色印刷咧，我哋都會嚟咁即係一個轉變嘅階段啦。咁包括當時管弦樂團已經有套票啦，但係半年性質嘅。咁喺我哋個年代咧，亦都要用套票去推成年20幾個音樂會。88年藝術節佢哋就揾呢個總經理咁我就好幸運地就被佢哋即係 head hunt，咁結果就係做咗香港藝術節第一個中國人嘅總經理咁嗰陣時我好後生嘅，其實得32歲嗰陣時，咁好幸運啦咁我覺得我喺嗰度6年嘅工作，主要都係將啲好處就盡量發揮咁亦都去面對一啲挑戰啦。其後嗰幾年咧，我走之前咧，咁我哋亦都將幫藝術節係重新定位啦。咁開始建立本地嘅節目嘅團隊啦，咁同埋又開一啲教育嘅活動即係例如而家仲有嘅藝術節青少年之友
等等。就我1997年咧就考咗入去 ADC 咧，就做秘書長嚇，即係基本上係負責 ADC 裏邊嘅行政嘅事務啊、程序啊等等啦。咁亦都 ADC 係從來都係做好多撥款嘅工作，個工作係非常之大。咁但係可惜，即係早年咧嗰個制度嗰啲個架構嗰啲咧，可能未建立得好好。咁變咗咧，就喺撥款嗰方面咧，就係有好多爭議。咁結果我記得我喺度嗰3年幾咧，即係1997到2001咧，其實主要咧好多時間咧，都係去幫啲委員一齊去即係完善呢個制度提升 ADC 嗰個嘅公信力咁如果我睇整個即係國際上嘅發展咧，咁由我最初去英國讀書嗰陣時咧，去讀咧我哋叫做 Arts Administration 藝術行政。咁後來咧，我間學校10幾年之後，到90年代咧就改咗叫做同樣一個 program， 改咗叫做 Arts Management 藝術管理。咁意味咗乜嘢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哋越嚟越重視點樣去揾錢即係管理嗰部分，唔可以淨係依賴政府嘅撥款啦。2000年之後咧，就跟住就開始有啲叫做 cultural leadership 文化領袖嘅課程。咁文化領袖嘅課程，我覺得當然同藝術管理有少少唔同，但佢更加廣闊。意思就係佢關注到整個文化嘅議題咁同埋特別係話藝術活動咧，可以點樣幫到社會上面其他嘅發展即係唔係淨係話藝術為藝術而藝術。咁呢方面嘅發展，我諗喺香港我哋唔係好明顯，但係逐漸你都會見到嘅。我覺得近年我哋睇到話喺香港多咗啲團係關心譬如 well-being 健康嘅貢獻譬如文化旅遊啲鄉郊保育嘅議題即係喺藝術點樣通過藝術活動去做呢啲不過可能即係慢慢地，我相信呢方面嘅影響都更加多啦。我最初開始嗰陣時話，哇！我哋嗰個喺外邊非政府嘅藝術機構工作嘅人好少，咁但係而家發覺係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從事藝術管理嘅從業員亦都越嚟越多，其實係已經去讀過Patrick 嘅課程或者係讀過中大嘅課程，即係真係有個專業嘅訓練咁好開心，亦都見到我哋啲藝團咧，亦都有越嚟越多藝團咧，其實就係已經可以走出去國際，建立咗個品牌咁喺國際上面都係可以有個平台喺度。近年我諗我哋無論個係點睇都睇到內地嘅發展。即係內地咁多新嘅場地，咁多新嘅從業員咁同香港嗰個發展其實係越嚟越息息相關。咁我諗呢啲全部都可能係即係係一啲呢幾十年嘅發展咯。我做藝術管理培訓嘅經驗咧，就係覺得係話好重要咧，就係要佢哋將一啲知識同埋實踐係要結合，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讀書，但係你讀完書之後，咁你都要知道即係可以點樣用即係無論你係一個undergraduate 嘅學生，定係你話要從業員咁呢個都好緊要啦。咁第二我就覺得係話要使到嗰個學習效益最好咧、最大化啦。咁好重要，其實就係學生嘅背景，希望係一個多元嘅背景，有不同地方嘅學生。特別係如果喺一個碩士課程嚟講咧，我就覺得係啲學生希望佢係有相當大嘅比率咧，係要係一啲in service 做緊嘅藝術管理人員因為佢哋有經驗啊嘛佢哋可以分享，同埋佢哋可以反思等等咁同埋培養國際嘅視野，亦都好即係好重要啦。所以我好多課程裏邊咧都係有遊學團嘅，即係我覺得嗰個學習效益係非常好嘅。我覺得今天如果我哋係照學習藝術管理，即係我初出嚟我好年青嘅年代咧，我哋就個信念就係話如果喺香港讀咗 undergraduate 之後，咁應該希望個碩士，希望 postgraduate 就喺外國讀啦。咁今天我覺得仲唔足夠嘅我覺得應該第三個 degree 又或者係一個佢嘅 internship 就應該喺內地因為實在內地嘅發展實在係太快啦。
咁而個影響力亦都係即係超大嘅。所以如果我哋喺香港即係運作特別係而家我哋講緊中外文化交流嘅中心咧，咁係唔認識即係內地嘅方法嘅措施係唔得嘅。咁所以即係呢啲方面，我覺得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喺作為一個即係藝術管理嘅培訓，係我自己親身體驗嘅一啲感受咯。我同3A會嘅結緣就係即係1985年啦。我記得我哋第一個主席亦都係發起人，就係當年藝術節行政經理叫 Henry Ma。咁佢就揾咗我哋一班即係業界嘅朋友，咁就話喂，我哋係咪都要即係應該為即係呢個行業嘅發展去組織一個行業嘅協會。咁因為我自己喺英國同埋美國即係讀書嘅經驗咧，都係發覺藝術服務嘅機構，咁真係可以發揮一個即係好大嘅作用，同埋嗰個生態嘅唔同，其實真係影響到每一個機構，無論你係大定細嘅運作。咁所以我自己就係好 buy 佢即係去做行業協會嘅決定咁就做咗創會嘅董事之一啦。我就到1991年到1994年咧，就做咗3A會個主席。咁喺呢段期間咧，就都做咗啲嘢啦。咁因為當年咧，其實我哋係冇 full time 嘅秘書處，所以董事嘅自己嘅投入係好緊要。而當時嘅董事大家都好熱心。咁後來我都好長時間都有10幾年咧，都係做個 board member。咁亦都幫3A策劃過一啲大嘅會議啦 conference。咁我哋曾經同藝術節同埋藝穗會一齊搞過一個叫做 Business for Arts 嘅conference 喺 Fringe。當年都有好多國際嘅講者國際嘅業界嚟參加。咁然後到2013年3A會當時就已經開始咗Cultural Leadership Summit。已經每年有呢個Summit。咁我亦都有一屆應該係2013年就幫手做過一個策劃嘅工作啦。仲有一樣咧，就係3A會應該係2010年咧就申請 ADC 嘅1年資助。當時我都係董事之一啦。咁我就揾咗當年 APA 嘅一個學生，加一個好出色嘅好出色嘅藝術管理人。咁佢就要做一個 project。咁我就問佢，咁你有冇興趣就即係寫一份咁嘅申請書做 project？ 咁我就幫你做 supervisor，即係我幫你提建議啊。咁結果就做咗。咁我哋亦都成功咗。咁所以就結果就成為咗1年資助嘅團體。呢個世界實在轉得太快啦！我覺得即係而家你真係一技旁身係唔夠嘅。所以近年咧，我就覺得係應該講 Arts Management Plus， 因為本身其實 Arts Management 就已經係一個跨界嘅你係講緊藝術同埋管理跨界咁但係今天咧，我諗呢個跨界可能你仲要跨埋科技或者係傳播等等即係其實可能每個人都不同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今天嘅藝術管理人員係即係需要更加多嘅技能同埋一個即係跨界別嘅視野，因為今日即係我哋大家睇到 ArtTech AI 呢啲發展咁即係好多嘢其實係唔一定要我哋自己去做啦，好多嘢或者可以交俾 AI 去做咁但係反而咧係諗啲新嘅嘢點樣去跨界點樣用好一啲機遇嗰啲就更加需要我哋嘅關注咯。我覺得其實今天藝術行政培訓喺香港其實已經係好蓬勃因為我哋真係見到越嚟越多 MA 嘅課程藝術行政啦或者 Heritage Management 啦又或者係Creative Industry Management 啦，咁呢其實全部都係即係相關嘅，亦都見到話即係特別係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啦，3A會咧就係每年都有個 Cultural Leadership Summit 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培訓嘅課程啦。我自己覺得將來可能值得大家關注嘅就係點樣將呢啲學界即係大學嘅課程同埋業界嘅發展點樣可以連接得更加好。第二方面就因為係發展得更加快咧，我覺得嗰個藝術管理人員嘅持續學習
係咪都需要值得關心啊？即係因為有啲界別咧，就每年咧就會話你要讀幾多10個小時嘅課程啊，你先至可以繼續喺呢個界別裏邊有個認證啊。咁即係我唔係覺得呢樣嘢一定需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好值得諗啦。哇，好大挑戰喎！我冇答過，我唔知道個答案，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全香港都各行各業啊，包括藝術管理都喺度重新審視緊自己。我相信大家都喺度做緊所謂嘅戰略管理 （strategic review、strategic management） 啊等等，即係喺而家嘅大環境之下，我哋即係可以做啲乜？因為而家就都叫做應該係清晰咗啦，政府係有個所謂嘅藍圖，咁知道話我哋有啲咩策略啊。咁而我自己覺得係或者係最正面嘅就係話政府真係提出關注呢個生態或者行業嘅發展 （industry development） 啊，即係呢個字，我覺得好多地方都喺啲政策文件度都用咗啦，但係香港真係都好遲到而家先至好正式地去提出。頭先都提過啦，有冇更加多嘢可以鼓勵我哋啲人更加即係繼續持續咁去學習？咁同埋仲有另外一方面就係認同recognition 嗰方面，可以做多啲嘢去獎勵、去鼓勵，即係業界裏邊一啲最新嘅發展等等。我估係要諗啊，冇答案，對唔住。